欢乐中国行。明美舞蹈团。谢谢我们明美舞蹈团为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连续4首精彩的舞马，谢谢他们。现场的朋友们，今天算是我们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倒数第2天的活动，提醒大家，请你们不要忘记了，明天下午3点有非常热闹的彩街。那么明天
蒙阿 A 波4点半，在现场呢，我们有相当精彩的闭幕活动。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特别，包括市民朋友，特别感谢您，而且也要代表我们市府呢，特别感谢这段过程当中精彩的，而且呢，赞助我们的单位，包括有家乐福、台南精英酒店、中华航空、凯士士企业、大成长城、东洋事业、台南纺织、恒耀工业、康纳香、森具科技材料、台湾比菲多。以及大雅电线电缆集团，还有地宝车灯、嘉禾集团以及华宝树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接着下来呢，也要谢谢这个团队，因为这是来自韩国的平泽农乐团。如果呢有一路跟随我们从这个第1届一直到现在的朋友们呢，应该不难想象，其实他应该是在第1届的时候，或是第2届的时候呢，我们的平泽农乐团就已经呢有来参加我们的艺术节了。那么他们等一下要担任演出的农乐，其实是韩国的农民音乐，总共有5种类型，而且呢要特别介绍平泽的农乐呢，早在2014年呢，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指定为世界无形的文化财。我们在前几天呢，他们在舞台表演的时候呢，其实表演完了之后呢，有很多的民众在问说，他们这个演出内容的农乐的这个乐器究竟是哪些呢？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在现场也要为大家呢介绍一下他们这种农乐器叫做四物不是台语那个素不闹，就叫四物。四物农乐的传统乐器，也就是指他们当地的锣、小锣、长鼓、圆鼓这是演奏的代表。所以希望呢大家会喜欢他们精湛的演出，而且呢，等一下大家看到他们使用传统的乐器，跳舞的舞者会戴上那种绑着缎带的帽子，而且呢，舞者会站在另外的舞者的肩上跳舞的时候，请大家千万不要吝惜你们的掌声。现在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农乐演出。